第三集，作者陈乐仁，2021年5月20日，一直拢是世界防疫模范生的台湾，伫新北市的蘆洲区发现一只真厉害的狮子王。即摆的英国变异病毒株畏团的能力加真强，一捆仔囝一工尔就喂几十个，过顶工就跳到200外，刷落来。双北市就同齐宣布进入防疫第三级。第三级就宣布，要出门的人一定爱挂喙罨，厝内底袂使超过5个人，外口袂用个超过10个人做伙。若是去餐厅还是柑仔店，拢爱登记真实名字。即款的情形，若像真人囝拄着后母，逐个拢惊甲要闪尿。进前伫休困日的时，街仔头的人是靠出。这2天的休困日，毋若是一般的街仔路，连台北市上闹热的东区嘛拢同款，敢若日本时代拄着空袭的情形同款，拢走去觅，无甲半个人出门。这几天伫定定出入的街仔路，小可注意，就会发现真侪店家的铁门拢总无拍开，一排几十间拢休困，人拢莫出门。针对疫情来讲，是一种真好的现象，减少人甲人的接触，安尼武汉肺炎要喂互其他的人甲摊开来的机会就会减真侪。特别是挂喙罨，保护家己袂互病毒伤害。厝内亲人的安全性嘛拢会提悬，阁会当照顾到身躯边的同事甲朋友，袂互身躯边的人惊吓。因为即只病毒真搞怪，防话着的头几工拢无啥物病症，袂有无爽快的感觉。毋过，喂互周围的人甲摊开的能力是真强。伫台湾即时拄当全国国民对疫情的戒心，拢牵甲百里远去啊！才会互即只英国变异病毒株有机会甲台湾舞一个强要控卡桥。即马政府有去惊着，嘛开始紧张啊！临时即刻一捆仔一罐拿肉粽的各种政策、方法、限制。拢拼出来，连一直毋愿做的普胎，嘛渐渐有得做啊。虽讲有一寡人较蹊跷，想空想芳，甲政府的政策严严高，毋过99%的人拢真智觉，嘛真配合，大家相敬，做伙拍拼，大声向世界发声。互台湾3礼拜，台湾会阁是一个防疫模范生。